先我好多炮啊！好啦，結果咧就10號啊，遊戲拋第2啊。哇！快咗少少，即刻低翻個頭，好彩柴快咗少少啊，真係多啊！因為要等4點嘅啫。好啦，3分馬王2分過咗關啦，我哋就下一關就幫浪漫嗰個士打氣啦要。好啦，第7場已經係暫定派咗啦，考第2有特讓出位置派37蚊，考第4名係5號嘅神之勇進，而為1搭10派399個半，而為1搭10派23,100，有4分1馬位，1分34秒1嘅同馬成，1分1搭13派71個半，1搭13派71個半，10搭13派411個半，10搭13派411個半，順序1號10號派565蚊，3重彩順序1號10號13號派6000，3重彩順序1號13號派6啲1號10號13號派1483蚊，單 T 1號10號13號。好啦，嚟到今日啦，係嘛？最後一項1級賽啦，香港杯跑呢個2000米嘅同程目前佢投注係388啦。1號嘅盧森，3號先見到人6.6倍位置2倍，4號嘅利位置2.6倍，5號嘅黃波王俾到人16倍，6號嘅花燈到人46倍位置5.3倍，10號嘅捷士力山到人16倍位置3.2倍，8號嘅知足常樂到人28倍位置4.6倍，9號嘅跟斗雲到人19倍位置係4倍嘅。第8組賽試驗線1.8倍到人1.3倍位置，咁次盤就係3號嘅先見6.6倍到人2倍位置，咁第3咁又嘅0.3倍位置，咗隻唔夠10號8 4號嘅利西2.6倍位置，咁其話得16倍市場啦。好，咁金槍60嘅夜馬片段啦，嗱，今屆佢第3次係香港一哩錦標啦，即係話最拼都好巴巴嘅，喺上屆輸咗，喺上屆就有啲形勢啦，應該係輸啲啦。係啊，我今日上屆應該寄張單俾隻指數平嘅。41。同埋呢項賽事咧，睇佢咁樣贏嘅，冇退步嘅隻馬得。呢項賽事咧，即係有馬冇退步。貴落一場低，老馬亦都試過贏呢個港超冠軍，好巴巴啦。上年到都未有贏咧。41號41。中間睇到發生緊啲咩事？今年冇出現過俾你咁樣。我用個擊破嘅就將本兩最關鍵就係去到200米甩咗你哋3-4個分。31號。要自己收跟住都自己嘅好遊戲包啲好嘢。不過好遊戲包如果哇，金樽61仲行到好遠喺300嗰度咁啊，馬維你買嘛？好啊。咁啊，真係睇到幾廿年啦，都好少睇到咁激動啊！真係睇到。3號先見到人6.6倍位置2倍，今年冇出現過俾你咁樣。6稍後氣温顯著下降，下周初早晚。美麗同埋美麗同享，美麗同享，好啦，香港一哩錦標。擺咗。頭運田埋現都係呢個邊。佢哋就會成日係有啲風險㗎。佢以後兩招都冇人做出嚟。4連環先啦，4連環1號60號13號派2443蚊，4連環1號60號2443蚊，4重彩頭咧就金槍60號，我哋仲喺度見緊面㗎嚇，呢場啊，先跟住新聞啦，翻嚟再聽重新睇。雷霆881。時間係下晝4點10分。改制後嘅區議會選舉，截至下晝3點半嘅投票率係17.33%，有超過75萬選民已經投票。而上屆2019年區議會選舉由早上7點半開始，比今屆早1個鐘。當年截至下晝3點半嘅投票率係12%。至於新增嘅地區委員會界別，投票時間喺下晝2點半已經結束，一共零投票，總投票率係96.92%。學校設立鄰近邊境投票站，方便居民喺居於內地或者今日需要。選管會話，直至早上10點半，一共1人喺上水鄰近邊境投票站投票。一行幾十名居於東莞嘅港人投票後，隨即趕搭巴士返回內地。嘅宋小姐話，早上專程過關到邊境投窩心，亦都有部分居港選民喺北上前邊境站投票。本身同小朋友北上遊玩，晚上再返港。亦都有專程從北京回港投票嘅港人李先生話，投票完結後會留港探親1星期，打算促進本地消費，消費額可能達到5位數。又認為票站派發心意卡對於國內回港投
嘅選民係一個肯定。呢次新聞報導完。天氣報告。本港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：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今晚大致多雲，吹和緩偏東風。展望未來日間溫暖，本週中期風，星期六稍後氣溫顯著下降，下週初早晚將降至14度左右。黃色火災危險25度，相對濕度73%。雷霆881，愛國愛港，有水啦！對面盡量向住起下一場嘅2浪漫勇士3點5倍。好啦，咁啊，騎師王啦，入盤嘅盤就24分啊，1.4倍啦，3點泰安係25倍。5號河集要0加邊好？加咩都冇問題啊！加力24分4.2倍，一路賽約翰進至守唔住個大熱門嘅地位啦。同埋13號嘅熱門分24分5.5倍，其餘連馬先28倍分精彩啦。唔係安情，我係未知。安情係邊種片啊？安情佢就安慰咗啊！好啦，應該係你哋將馬步最出馬最嘅一級賽啦。已經過關㗎啦，今季人哋成功㗎啦已經。即係有啲好多物理條件咁樣咯，有啲賽前有啲受傷咁樣，但係其實隻馬都仲係咁犀利咁，呢個真係佢可能下一場係啦。但係如果擺前就可能因為佢係啊，因為佢試過上季，佢上季都會視乎其他。嗰啲有啲切嘅真係。你話呢場馬係咪？啊，到咗又。係加州星球，我覺得係咯。唔係啊！去嗰陣時啲刀章好睇啊！誒，有啲跟你學嘢啊，要學幾未學過啲刀章啊真係。入閘嘅就係有名嘅呢度。閘嘅，今朝60亦都行下就係做部遊戲卡，入閘都好順利啊！如啊，不知估中主啊，跟住大開羅急出6個大轉走啦，呢座後先有回兩圈啦，跟住都係有，不過就呢個美麗同享嚟嘅。好啦，打第3個嗰隻大開羅啦，望住第4個嗰隻野田小子，咁再後少少安利炮急出60攞住野田小子做遮擋守住第7位啦，然後先守住咗大開羅，咁再後先係野田小子出面急出60望空㗎啦，然後亦都係緊個遊戲包，咁再後先係個加速先頭咁樣，扭兩隻2個2隻，急出60喺中間，已經係打第2出㗎啦，守住第1張個遊戲包，咁再後少少都係永遠後嘅腳落嘅，急出60，你第1張個遊戲包，再後先係回兩隻，接近咗20啦，急出60喺度實，可見到贏啦。